走出台湾各地，会当发现早顿代表当地人的饮食习惯甲背景。老台北人的早顿要去倒位找，往大稻埕的方向去就对啊。伫遮卖食的，拢有数十年的历史啊。有的单已经传到第3代啊。行入这条巷啊，会予人有返去到50年代的感觉。若是讲到有啥物会当代表台中人的早顿，问10个台中人，可能有9个会甲你讲是大面羹，就连我家己嘛是迄9个内面的其中一个。台式早顿的另外一个特色，就是头家甲人客感情交流。伫咧台湾，真侪早顿店是一代食过一代，食的是传统的滋味，嘛是温暖的人情味。公司台语台，台湾好滋味，上怀念的迄一味。